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中文輕足識。我哋今日嘅話題係《愛回家之曲終人未散》。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係 TVB 一套以家庭為主線嘅劇集，喺2017年2月20日首播，轉眼10年，劇集播映咗2868集，係香港電視史上長壽處境劇。近來不少媒體報道劇集即將殺科，過半百演員齊拍殺科戲，大四喜 Web 駐港，後會有期。後會有期。劇集將於2026年8月7日播映大結局，到時你會捧場嗎？愛回家之開心速遞透過洪家、龍家嘅故事，描寫香港人嘅生活點滴。呢一集中文輕足識將會抽取3個愛回家嘅故事，睇下故事嘅內容同埋主題。第一個故事呢，就係預製有點菜。故事始於初戀餐廳推出預製菜，顧客仲讚賞預製菜款式多、上台快。劇集中段，根叔同埋 David 指出預製菜有防腐劑同埋味精，有害健康。後來根叔說服餐廳嘅老闆改用新鮮食材現場製作，不過餐廳唔做預製菜之後，顧客又埋怨食物製作慢，餐牌選擇少。究竟餐廳應該點樣做先至可以兩全其美呢？劇集帶出咗一個值得深思嘅社會議題。另一個故事呢，就係媽媽的味道。故事主角根叔家庭窮困，就冇辦法同妻子咧就影呢個婚紗照。弟弟樹人咧就嘗試借助 AI 技術咧貼合根叔同埋亡嫂嘅照片，但係根叔並唔願意咁樣做喎。劇集無意中咧提及亡嫂咧跟龍家三太太個外表有啲相似。有一日，三太太送湯水嚟俾洪家姊妹，又幫助洪藥水嚟到紮辮，又幫助洪尚善咧嚟到按摩，仲替佢哋預備咗晚餐，咁令到三姊妹咧係對呢一個三太太都產生咗母親的感覺。嗱，咁啊唔知係咪佢哋三姊妹對於呢個亡母過於思念而產生嘅錯覺啦？大家不妨咧瀏覽三太太喺愛回家嘅其他劇集嚟到綜合分析咯。另外一個愛回家故事咧係第二人生。故事講述工業咧俾大小姐解僱之後，有一日偶然遇上龍鬚糖伯伯。龍鬚糖伯伯咧就教工業咧走去學習整呢個龍鬚糖啦。工業咧好專注咁學習，並且喺根叔嘅指導之下咧突飛猛進，最後學有所成，甚至乎拒絕大小姐加薪，重回接龍嘅美意，轉行咧活化傳統美食。工業寧願選擇較為貧窮，但係適合自己嘅生活方式。呢一個故事其實係討論緊個人理想生活嘅抉擇。愛回家之開心速遞為觀眾帶嚟豐富嘅畫面、影音同埋故事情景。上述3個故事分別係討論社會、家庭以及個人層面嘅話題，涵蓋咗不同嘅焦點，包括餐廳應唔應該提供預製菜啊？我哋應唔應該借助人工智能嚟到貼成父母嘅合照呢？點樣嚟到可以活化龍鬚糖呢啲傳統美食呢？愛回家故事呢，其實咧為觀眾帶嚟娛樂之餘，亦都引發大家去思考。所謂曲終人未散，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，不妨找找愛回家其他嘅作品，睇下會唔會都可以尋寶啊！愛回家之開心速遞仲有邊一集可以刺激大家思考呢？邊一個故事值得我哋再討論呢？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嘅心得意見，亦都歡迎大家讚好或者將呢個頻道分享俾你身邊嘅人。謝謝大家，下一集再見。